上添花，人人有雪中送炭。是难求。这出尖顶数过二庄，这出是古早戏，真久已经失传啦，所以即马人重新来甲伊整理，内面足好听的啦，就是讲尖顶去互伊个丈人害死。因某要来告因的老爸，人讲衫裤整齐见爸母，脱衣见丈夫，到底是老爸重要，也是翁重要？咱家己听看卖咧。你是去外洋，还是什么时阵倒转来咧？爱情昨日我的花甲休，倘有13万里的银柳。爱过来到泉州府，双脚跪落现庄树，这你是无天啊！好你一个，这世间哪有囝伫咧告老爸啊？你若有证据，是无的问题，真正冤枉，不惊死，不免本相来怀疑，应承互你做证据。本官听着五千两。一件代志无要追究，我会甲伊做证据。我当骑牛叫了落，掠一个大某去过倒，阮王想要打你好，大某好讲话。受着爱寒，来到这位一条太阳。人想要收藏，咱找咱万男士的人士，就会了解哦。伊会甲你解释甲足清楚。你若是无收藏是无彩哦，以后是拢无啊哦，拢是大演员来演唱的呢。吼，恁一定爱多多捧场，感谢。